大家好，我係潘主任。各位新同事，你哋最近係咪覺得教得好辛苦？每日返到學校就好似進入咗一個救火模式，邊度有學生嘈就去邊度制止，邊度有衝突就去邊度調停。放工嘅時候係咪覺得身心俱疲？好似無論點努力，課室秩序都係反反复复。喺我30年嘅教育實踐中，我好明白呢種挫敗感。其實要搞好課室管理，關鍵未必係你要有幾威嚴，而係你有冇俾到學生大腦一粒定心丸。喺 BBL 嘅理念入面，人類嘅大腦天生係追求預測感 （predictability） 嘅。當學生唔清楚下一秒會發生咩事，佢哋嘅杏仁核就會進入戒備狀態，變得心浮氣躁。相反，當課室有清晰嘅規律，學生感到安全，自然會安靜落嚟。今日我想俾3個實戰建議各位新同事。第一，係建立自動化嘅流程。大腦好鍾意揾規律 patterning。試下將一啲瑣碎事，例如收功課、轉堂、攞書，變成一套固定嘅步驟。當學生習慣咗呢套模式，佢哋唔使再用腦去諗點做，減少咗大腦嘅負荷，課室嘅雜訊自然會減少。第二，係將政策轉化為安全契約。喺 IAI 嘅核心入面，我哋強調刻意 intentionality。規矩唔應該係你用嚟對付學生嘅武器，而係用嚟保護大家學習權利嘅約章。當你溫柔而堅定咁執行規矩，學生會感受到你嘅專業同埋對佢哋嘅尊重，呢份安全感係秩序嘅基石。第三，係運用非語言信號代替叫喊。新老師好容易會越嗌越激動，但 BBL 話俾我哋聽，高分貝嘅聲音只會令學生大腦更焦慮。試下用簡單嘅按鐘、熄燈或者特定的手勢嚟做信號，呢種平穩嘅環境先至可以安定學生嘅神經系統，亦都保護咗你嘅聲帶。各位新同事，記住，管教唔係要贏學生，而係要贏得學生。當你建立咗規律，你俾佢哋嘅唔單止係秩序，更係一份可以專心學習嘅空間。當你建立咗規律，你俾佢哋嘅唔單止係秩序，更係一份可以專心學習嘅空間。我係潘主任，我哋一齊喺教學路上穩步同行。我哋下次見。